苍生懂了，这老东西死了40年了，我怎么懂？我潜心闭关，突破地仙境，为何被埋进了这里？苍生尸变，把黑的梯子给我！大粽子，你给我！穆家子孙何在？老祖突破地仙，问鼎武道巅峰，为何无人来贺？穆家老祖，穆家早已经亡了。你说我穆家亡了？何人敢灭我穆家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造！我偌大的穆家，怎么区区40年便亡了？楠楠还活着，但生命垂危，我得去救她。什么装扮？这是哎，这是兽人，怎么回事？你看，这天哪！顶级肘！哇，天哪，这么厉害！一涵学姐不愧是金海4大家族之一，陈家的千金，这顶心肘已经有半部金刚境的威力了。金刚境很强吗？5道一图，一共9个境界，其中1品最高，9品最低，1品又分4境。最低金刚，最高地仙，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入不了1品？一涵学姐年纪轻轻就半部金刚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学姐真厉害！顶心肘是小林的后人吗？恳请穆前辈传我一招半式，恳请穆前辈传我一招半式。一晃60年过去，连小林都成一方老祖了。去死吧！一涵学姐小心！小林，看在你我师徒情分上，救你后人一命。一涵学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呸！打不过还动刀，你还算个男人吗？一片树叶就能弹开利刃，他的实力远在我之上。这谁做的这是？摘叶飞花，裂石断木，他竟是天象境。你是何人？穿着兽衣登门，好不晦气啊！我来寻穆家后人。没听过，这里是陈府，叫穆家后人来我们陈府做甚？此人气若游丝，卧病在床，只有我能治。你是何人？穆婆婆卧病在床，这是只有府内才知道的秘密，她如何得知？穆苍山。爹，整个金海的大夫都已经请遍了，这已经是最后一个了。我不管，去给我找！一定要把穆婆婆救活，她可是穆家唯一的血脉了。爹，这么多大夫都说没办法，这可能就是穆婆婆的命数，要不我们算了吧？你爷爷下了死命令，一定要把穆婆婆救活，不然我这个家主就别当了。爷爷还真是死脑筋，就算穆老祖对他有恩，我们陈家也养了穆婆婆一辈子，再大的恩情也该还清了。住口！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。老爷，门外来了个人，说穆婆婆的病他能治，有人说他叫穆苍山，人在哪？别急，陈林，滚出来见我！放肆！你也配直呼我父亲的名讳？今日你着兽衣来我陈府，其罪1招摇撞骗，其罪2冒充穆家老祖，直呼我父亲的名讳，更是罪无可恕。爹，这种杂碎我来收拾。
跪！子涵，你怎么了？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就动不了了。你死地乾坤，难道你死地乾坤？难道你是金刚镜？少年金刚，连大小姐都只是半部金刚经。老爷，这小先生怕是大有来头啊！你方才对我出言不逊，若换成他人，早已死了。念在你陈家收留楠楠有功，我不杀你。子涵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少年金刚的确了得，但金刚镜就想来我陈家撒野，你也太不拿我陈家当回事儿。6部金刚何在？这6部乃是我陈家的王牌，他们个个都是金刚境巅峰，身体更是锤炼的堪比金铁。我不如你，但他们比你强，敢来我陈家撒野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陈琳也算聪慧，偏偏其后辈蠢笨如猪。住口！你也配直呼我爷爷的名讳？6部金刚，让他知道知道招惹我陈家的后果。大小姐，看什么东西呢？这么认真？高手一夜渡江的视频，居然是他！大小姐，谁呀？能让你这么激动？一位横空出世、足以惊艳一个时代的年轻人，看起来跟我差不多的年纪，但是却有天象境的实力。整个金海市年轻一辈，最强也不过王家大少王文泽，少年金刚，少年天象，听都没听过。大小姐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看错。他穿着一件寿衣，整个金海市独他一份，一定是他。像他这样的人，要是我陈家得罪了他，他随便动动手指，就能灭我们陈家满门。大小姐，到家了。大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有人在咱们陈家撒野！什么？快带我去看看，什么人敢在陈家撒野！6部金刚，让他知道知道，招惹陈家是什么后果。是。小姐，老爷万不可冲动啊！万一他真的能够救穆婆婆呢？救个屁！一个冒充穆老祖招摇撞骗的骗子，嘿呸！都欺负到我陈家脸上了，还不反击？难道让外人笑话我陈家吗？爷，你还犹豫什么？6部金刚，不用留手，杀了他！此寻死路。住手！招惹了他，陈家会灭门的！先生，我是陈家的长女陈意涵，无论刚才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代替陈家向您道歉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，只要我们能做得到，您随便提。姐，分明是他登门挑衅，你干嘛给一个骗子道歉啊？因为他是天象境。天象境，1品4境，修到止玄就要足足60年，天象更是100年起步。他看着不过20岁的样子，哪里可能是天象境？二小姐，大小姐没有瞎说，我感觉到她的实力相当恐怖。若不是大小姐回来的及时，我的头就被这柳叶切断了。你是方才在广场上与人比斗的那位姑娘？是我，就是我。多谢刚才先生出手相救，否则我非死即伤。小莲还算有一个识大体的后人。老爷，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，穆婆婆她吐血了！什么？我说现在事不存一，不能再拖了。
随他去吧。楠楠，爷爷。没事了。年轻人，穆婆婆昏迷了半年之久，各种名贵药材都用遍了，根本没有醒的样子。而你呢，就从窗外借了一滴雨水，就说没事了。家主，你这是从哪找来的神棍？无需多言，这位小先生的能力远超你的想象。这么年轻，毛都没长齐，给我当药童都不够资格。闭上你的嘴，否则我割了你的舌头。这陈家人真是病急乱投医，也找了个神棍过来。不过正好，到时候这老太婆死了，就怪不到我头上。大夫刚刚说的没错，穆婆婆乃是火烧心脉，连千年冰水都浇不灭。你取一滴雨水就妄想唤醒穆婆婆，简直天方夜谭！你们快看，心火外烧，快去取水，赶紧给穆婆婆降温，要不然她会死的。快，按大夫说的做。浇灭心火，楠楠才真的会死。胡说八道！心火烧的是五脏六腑，现在若不赶紧给穆婆婆降温的话，她的五脏六腑都会被烧穿的。凶医，我取一滴天河无根水护住他的心脉，心火无物可烧，自然外露。若此时浇灭心火，无根水冰寒入体，才是真的害了他。得了吧你，还天河无根水，哼，不过就是一滴雨水罢了，还真让你说成神水。思涵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姐，他不过就是一个骗子，你还真相信他呀？可是我亲眼见识过他的实力，姐，你清醒清醒，你看看躺在床上的穆婆婆。天河无根水是有，但只有穆家老祖穆苍山才有那通天的本事。他看着不过20岁出头，就算穆家老祖死而复生，也不能如此年轻吧？思涵，爹，这只是你们的猜测罢了，我相信他。爹，姐姐如此固执，你能不能管管她？难道他真是穆家丑人派出来的杀手？但他有如此实力，犯不着将此事弄得如此复杂。思涵，你姐姐比你聪慧，她既然这么看重这位小先生，一定有她的道理，你就不要再胡搅蛮缠了。你们都不相信我，那就等着穆婆婆被这贼人害死吧。穆婆婆醒了。穆婆婆，你对穆婆婆做了什么？你果然是想害死穆婆婆。我也在楠楠的体中注入了一丝精气，1刻钟后，她便会醒。都到这个份上，你还想诓骗我们？今天的事，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解释，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门。我莫苍山一生行事，何须给你一个解释？在他醒来之前，我会一直留在陈府，等他醒了，让他来见我。你等一下。先生，您舟车劳顿，辛苦了，不如换件衣服歇歇脚吧。我这就安排人带您去沐浴更衣。来人。是。嗯，陈家主，您这可像是要请我歇歇脚吧？我一直穿着寿衣，的确不太合适。
个废物，你们不敢拦，我亲自去拦。哎，思涵，你性格冲动，容易惹事儿。一涵呢，还是你去跟着他吧。记住，在穆婆婆醒之前，万不可与之交恶。好，快去。希望他真是穆家老祖吧。穆老祖，穆老祖，我终于追上您了。他们都不信我，为何你信？因为您不仅武功高强，还救了我的命，再加上您对穆婆婆的关心不像是假的，种种迹象表明，即使您不是穆老祖，也肯定跟他有关系。看来小林的后代也不全是蠢货。前面就是演武场，里面都是我陈家习武的后人，您可否赏脸上去指点一二？林木南醒来还有一段时间，闲着也是闲着，罢了，随你去看看吧。谢谢前辈。来吧！不愧是四大家族排名第3赵家的长公子，学东西就是快，才来我陈家半年，就已经将鼎心咒练得炉火纯青了。我苦练10年，也不过才入门，赵公子短短半年就可以出师了。想当初我们四大家族蒙受穆老祖之恩，如今我陈家垫底，甚至要被挤出四大家族之列了。若我等也能有赵公子般的天赋，陈家又怎会落得如今这般田地？我家公子那是不世出的练武奇才，你们怎么能比？哎，之所以你们掌握的慢啊，是因为练错了方法。鼎心肘是以拳代肩，肩带手，手像鞭子一样甩出去，试试。只要你们按照我的方法练习，就会像我一样精通鼎心肘。感谢赵公子，我已经完全领悟了。前辈，您觉得他说的对吗？一塌糊涂。你是什么人？竟敢说我家公子说的一塌糊涂？哎，我乃赵家长子赵氏。一涵，这位先生是？这位先生是我们陈家的贵客。贵客在金海如此年纪轻轻被陈家封为贵客的，真是少数。请问您是哪家的公子？赵氏，恕我不能告诉你这位先生的身份，不过他远比你说的那些世家公子身份要高得多。怕不是到处招摇撞骗的骗子？一涵，你可要小心，千万别被这些有心之人蒙蔽。赵石，你干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把前辈请过来，教我陈家后人一二的。前辈，前辈，他是井底之蛙，他不知道您的真实实力，还请前辈不要怪罪，赐教我陈家后人一二。看他的年纪不过20岁，就算是少年天才，也不过是金刚境，跟我同期。一涵，你为何自降身份，称他一声前辈？不光是我，就算是我父亲、我爷爷，都要叫他一声前辈的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一涵对他如此推崇，我与一涵青梅竹马，追求他近10年，岂能让你教我？好小子，既然一涵对你推崇备至，那不如你跟我来比一场。赵石，你的这点实力，在前辈面前不过是蝼蚁，你怎敢妄言跟前辈一起比试呢？斗胆的话就比一场，别只知道躲到你身后面。毕竟我与陈林师徒一场，
陈家又就我后人，那我就代为传授一番吧。不过要我出手，未免有些太以大欺小。你替我出战。我，你这骗子是故弄玄虚上瘾了是吧？挑谁不好，偏偏挑我的手下败将。刚才交手我已经摸清他的底细，资质平平，这辈子撑死就是个三品武夫。你选这样的废物当我的对手，还不如主动借罪求饶来的方便，免浪费大家时间。先生，赵公子说的没错，我已练鼎心肘10年，才堪堪入门。您选错人了，年轻人，自信一点，不要因为2句贬低便看低了自己。我只教你一招，便可击败他。没听错吧？这个手下败将，你说教他一招，便能击败我家公子啊？我见过好多狂妄之人，但是你是最狂的一个。不过我喜欢狂人，但是狂人狂的资本。今天我就在这等着，给你充足的时间教他。他若不能一招把我击败，让你下跪磕头道歉认错。前辈，事关您的荣誉，您还是选别人吧。我真不行，我说你行你就行。能得前辈的指导，是以跃龙门的好机会，你要好好珍惜。好吧，顶心肘是一门寸劲功夫，身随意动，以肘带拳，将全身力量集中一点，然后以肘击出即可。任何花里胡哨的运功方式，都是画蛇添足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不去练习，在实战中感悟即可。可是，不知为何，只要看到这双眼睛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好，来吧。教完了，那我动手了。来吧。哎，这么短的时间内想打赢赵公子，这根本不可能啊！赵公子可是金刚境的高手，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是一道鸿沟。放心吧，有穆前辈指导，绝对不可能会输的。哼，叶寒，看清楚，我这就亲手打破他的骗局。这么厉害，真的假的？少爷，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居然真的赢了！这可不只是赢这么简单，这是跨境界的大事啊！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这真的是我打出来的顶心肘！我早就跟你说了吧，有前辈的指导，一定会赢的。感谢前辈指点，前辈大恩，没齿难忘。恳请前辈指点一二。不可能！我是1品金刚境，他只是3品武夫，怎么可能赢我？一定是你施了什么卑鄙的手段！境界只不过是笼统的划分，实质上3品与金刚并无不同。若自身实力运用得当，9品武夫也可镇压金刚。一派胡言！好境界等级森严，哪怕同一境界，可半品也能压死人。连这点常识都不懂，还敢冒充武道高手？说，你到底是谁？陈家行骗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子孙后辈，蠢笨之极，赵家也要亡了。放肆！鼠兄被干的小孩，岂敢咒我赵家要亡？找死！赵石，你不是想知道他到底是谁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你们都听好了，这位前辈，
是名震一方的穆家老祖穆苍山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说他是穆家老祖？一涵，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这种骗人的鬼话你也信？穆家老祖苍山先生，我是当年伊利武道的至强者，惊艳了一个时代的绝世高手。就连我爷爷也是受穆家老祖的点拨，才能有我赵家的今天。如今穆家老祖已先是了一个假死，这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崽子就敢冒充穆家老祖，你以为我会信吗？有人会信吗？吃疯了吧？说吗？你们爱信不信？冒充谁不好？冒充穆家老祖，赵氏一生从未服过谁，唯有穆老祖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。老祖是我一生中最崇拜的人，只恨身负之人没能见过穆老祖的真容。若见过穆老祖的真容，必三叩九拜，奉为天神。如今你个招摇撞骗的鼠辈，敢冒充穆老祖，真是活腻了！今天我赵氏就替天行道，灭了这个孽种！住口！陈叔，来的正好。此人敢假冒穆老祖，连易涵也受到蒙骗。如果不以雷霆手段加以处置，陈家的威严何在？穆老祖的天命何在？赵公子，恐怕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陈叔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位小先生啊，恐怕真的是穆家老祖穆苍山本人呢。我和易涵已经得到了部分的印证，所以呢，你还是别惹恼了这位小先生，道个歉吧。不可能！不要我给骗子道歉！你疯了吧？是啊，爹，你们疯了吗？他是什么身份还没弄清楚，凭什么让赵哥给他道歉？他有这个资格吗？赵哥可是赵家的长子。就是，若我要是给他道歉，除非他真是穆老祖，但是有这种可能吗？老爷、大小姐、二小姐，穆婆婆醒了。听见了吗？穆婆婆已经醒了，你的谎言马上会一桩一桩的被拆穿。穆老祖最疼的就是穆婆婆，她一眼就能分辨出真假。你是与不是，马上见分晓。看在陈叔和易涵的面子上，先咽下这口恶气。只记住，我穆婆婆坐实了你骗子的身份，我就全宗之力要灭了你！穆老祖的天威不许任何人玷污！他敢打我！我杀了你！哎呀！哎呀，赵公子、思涵，你们冷静点吧。我们现在还是先去看看穆婆婆吧。如果她真是骗子，你们放心，我自会为你们讨回公道的。走。看来我已大限将至，竟然梦到了爷爷。可是这梦境为何如此真实？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奶奶，好想你。爷爷，如今穆家只剩孙女我一个人了，孙女我无能啊！灭门之仇，今生已报仇无望，也不能振兴穆家。孙女
我有愧呀，请爷爷原谅，孙女有愧，请爷爷原谅。等会儿见了穆婆婆，你就等着原形毕露吧。我保证让你死的很难看。够了，跟我进去。那你真是……爷爷，爷爷，不孝子孙木南拜见老祖宗。真的是你吗，爷爷？衣不如新，人不如故。一转眼，你都这么老了。爷爷，爷爷，奶奶好想你啊！爷爷，他们欺负我！哎呦，来，欺负我！呀，谁呀？来，我打他！太不像话了！你们这群蠢货，还不赶紧跪见老祖！穆家老祖在上，臣恩携陈家全体叩见老祖。他真是穆家老祖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我劝阻你多次，你偏要不听，现在得罪了穆家老祖，你可如何担待得起呀？穆家老祖在上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真佛，还请老祖责罚。晚辈同样请老祖责罚，晚辈不是有意得罪老祖，只是起祖回生，返老还童之事实在过于离奇，晚辈不肯知情。晚辈只是怕有心之人误了您的名声，请老祖责罚。念在你们一片孝心，且收留了楠楠的份上，虽有冒犯，可免死罪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们二人跪至祠堂，到我满意为止。谢老祖。哟，你们陈家真是热闹啊！怎么在这祭祖呢？我王家现已查明，穆家唯一一个后人就在你们陈府。我们老爷说了，毕竟师兄弟一场，他不想赶尽杀绝，识相的就砍了穆家后人的脑袋，劈头来见。否则，灭你们陈家满门！你说要砍下谁的头颅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怎么从未见过你？不用介绍了，反正都是蝼蚁，我也不必听。你们把耳朵掏干净了，给我听清楚！我再说最后一遍。3日之后，我王家大公子寿宴，带着穆家后人的项上人头前来赴宴，否则灭你们陈家满门！小子，你敢对我动手？今天要你……什么事？也敢背？你二人只有一人可活着回去报信，谁去
好，我会。我最讨厌背信弃义之人。滚回去告诉王府里，准备好全家老小的棺材。3日，木苍山登门索命。几十年不见，与爷爷生疏了。爷爷，爷爷，请喝茶。我的奶奶有心了，还记得爷爷喜欢喝明前头采的龙井。奶奶，说说吧，我偌大的一个穆家，怎么不到40年便亡了？这一切都要怪你的逆徒王福林。您下葬以后，穆家强者接连暴毙，青黄不接。在第21年，王福林带着打手冲进家门。王福林，我爹待你不薄，你为何穆家靠着穆苍山的威名撑了20年，南域第1世家的名号也该换换了。不过我这个人害怕打击报复，你一个忘恩负义的，你会遭到报应的。还那么多废话！我严防死守。是。奶奶，在这里躺好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，千万不要出声。堂堂的穆家主，居然躲在柴房里苟且偷生，可悲呀，可叹呀！穆家已亡，今后南域王福林说了算。王福林那个畜生，杀光了我们穆家上下72口啊！后来查明，穆家暴毙的那些高手，也是王福林下毒害死的。灭门之仇，孙女刻骨铭心。从那之后，孙女就在陈家潜心练习武功。可孙女资质平平，穷尽60年才有了金刚镜。而王福林灭了穆家之后，利用了穆家的资源，扩大了家族的势力。他自己已经成为天象境巅峰的强者了。孙女无能，没能报灭门之仇，愧对于老祖啊！天赐我儿，没能得个善终。你资质有限，背负仇恨过了半生，亦是不义，我不怪你。起来吧。如今我回来了，今日召各位聚集在此，就是为了商议3日之后王家公子王文泽的寿宴，我们陈家该以何种态度赴宴？
王福林欺师灭祖，大逆不道。如今老祖归来，我们陈家应该替老祖讨伐王家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二叔，你不同意？你听的没错，我说的就是不同意。我也劝你们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，咱们要不要帮穆老祖复仇？二叔，那可是穆家老祖，是我陈家的师祖。当年要是没有穆老祖的垂怜，4个爷爷一招半式，哪有咱们陈家的今天啊？归根结底，这也是人穆家的家事，还轮不到我们陈家操心。至于你说的恩情嘛，我们冒死收留穆婆婆这么多年，这恩情我看已经还清。二叔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王福林如今已是天象境高手，王家的指玄境高手更是多如牛毛。穆老祖沉寂60年归来，单枪匹马如何能与王家抗衡？若是没有我陈家相助，穆老祖该如何复仇？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穆老祖去送死吗？王家有多强的实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不说在南域，哪怕在整个东周，那也是1等1的存在。我们陈家怎么跟王家比？哪怕连他的一只螃蟹都比不了，你让怎么帮？退一万步说，我们不计后果的协助穆老祖，他穆苍山的实力又如何呢？他要是不济，那我们过去只能给他当炮灰呀。我亲眼见过，他有天象境的实力，这还不够吗？天象境，怕是虚张声势吧？我倒是知道世间有一种秘法，可以散尽功力，返老还童。如今穆老祖20岁上下的模样，我很难不怀疑，他正是用了这种秘法，才能死而复生。如今他的功力定复当年了。这绝不可能，大家，我亲眼见证过他的实力，不可能做得了假。你亲眼所见，那他们呢？我又怎么能确定这不是你一家之言呢？爹，你快说2句啊！大哥，我们陈家能有现如今这个规模可不容易，可别在你这一代让陈家亡了。那我看这件事啊，还是等爹回来咱们再商议吧。谁说我复仇需要见人家之手？穆老祖，我也不怕得罪你，那王家的实力，想必穆婆婆已经告诉你。我们陈家有现在这个基业，可不容易，不想因为您的那点恩怨，葬送了我们陈家60年的辛勤耕耘。您对陈家的恩情，我们此生铭记，但这恩情总得有个头啊！我们陈家顶着灭门的风险，为您收养后人足足60年，这恩情已经还清了。陈家主，你怎么想？我爹，你快说会协助穆老祖啊！穆老祖啊，事关重大，我不能拿着整个陈家的命运去赌。我看呀，还是等我爹回来了再做决断吧。穆老祖，我陈家上下并非齐心，让您见笑了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力协助您向王家复仇。我也是。你们这些陈家人还真是有趣。我何时说过要让你们陈家人帮忙？老祖，您别生气，是我们陈家太不识大体了，我代替陈家向您道歉。陈意涵，你只能代表你自己，你代表不了陈家。我们陈家不欠他。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必要生气，因为你们跟王家，于我而言都是蝼蚁，我弹指可灭。穆苍山，你哪来的底气说我们陈家是蝼蚁？现在不是60年前，你们穆家早亡了。只要我穆苍山还活着1年，穆家便不会亡。你们莫不是忘了，
是先有的我木苍山，再有的木家，而不是先有的木家，再有的我木苍山。快，再快点儿！嘴上等着呢。要是怠慢了，把我全家全打上，都担待不起呀！啊，是，在这儿等个红灯，拐个弯就到了。不行，我等不起了，我自己去。老太爷，您回来了，家中已备好了酒席，为您接风启尘。尊上在哪儿？拜见尊上要紧，其他事往后放。穆老祖就在议事堂，家主正在和二爷商量，是否要协助穆老祖复仇王家。协助？是的，他们太看得起自己了。尊上要灭王家，那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儿。哥，看我这衣服怎么样？有没有脏的地方？没有。哎，就是领口这儿有点勾线。我得赶紧换衣服，拜见尊上不能有半点不敬。别如此清楚，穆老祖地位究竟有多高？是，只要我穆苍山还活着一天，穆家便不会亡。你们莫不是忘了，是先有的我穆苍山，再有的穆家，而不是先有的穆家，再有的我穆苍山。不愧是穆老祖，真是霸气。穆老祖，不是我陈家不帮忙啊，姿势体大，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。还是等我爹回来再做决定吧。事关我陈家生死，就算爹回来，也一定不会同意的。爹最是注重家族传承，为了陈家，他倾尽了毕生的心血。这么冒险的事情，他会同意吗？你们两个兔崽子说什么屁话！爹，您可算来了！您再晚来一会儿，我们陈家就亡了。你们两个兔崽子，我待会再收拾你们！滚开！尊上在上，徒儿来迟，还望尊上恕罪。闹着干什么？都给我跪下，给尊上磕头请罪。爹，这都60多年了，好歹咱们也是大家族，你怎么能轻言下跪呢？哎呀，二哥说的在理，您现在也是身居高位，地位不低，怎么能随随便便自降身份，随便下跪呢？住口！尊上在上，不得无礼，跪下！尊上，徒儿教唆无方，还望尊上降罪。小林啊，你陈家的家风是时候该整顿一二了。陈硕、陈诚，你们两个逆子，冒犯尊上，冲撞老祖，罪大恶极。今天起，将你们两个和你们的后代子嗣全都逐出陈家。爸，我可是您的亲儿子，您为了一个外人，把我们逐出家门？什么？外人？只有尊上，就没有今天的陈家。凡是冒犯尊上的人，都是陈家的外人。爹，4大家族之中，属我陈家是为，没了我和二哥，单凭大哥这一脉，可撑不起陈家。爹，你把我们逐出陈家，只会让陈家雪上加霜，跌出4大家族的行列，甚至就此覆灭都有可能。我劝您老人家好好想想，60年的基业和一个木苍山比起来，到底哪个重要？孽障！竟敢直呼尊上的名讳！好，爹，您老人家别后悔。我们走，走，走。老二、老三，让他们滚！哎呀，尊上，你看这样处理，你可满意？小林啊，因为我让你们陈家支离破碎，你不会怪我啊？不敢不敢，徒儿的一片真心，还望尊上明鉴呢。我信你，冒险收留木南，与陈家有关，
赐你们一份机缘，能领悟多少，就看你们造化。走走走！冰水成冰，气尽崩石，老祖的实力居然已经达到了这么恐怖的地步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老祖为了返老还童，已经散尽全部功力，现在哪有你说的这么厉害啊？你懂个屁！尊上的实力深不可测。你看，这个水滴蕴含着极强的武力，若能领悟一二，你将鱼跃龙门呐！哪有那么夸张？爹，你把老二老三赶出去，是不是太冲动了？哼，那么冲撞尊上，要不是看在亲生骨肉的份上，我早就一直拍死他了。那咱们要不要派人跟着穆老祖去王家呀？老大，你是一家之主，做事怎么这么优柔寡断呢？不，李涵和思涵姐妹俩同去，让他们看看高手过招，对他们今后大有好处。爹，那你不去吗？我去干什么？给尊上添乱？什么？你说穆苍山回来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少爷，小人不可撒谎。穆苍山不仅回来了，还立下豪言，说要在明天的寿宴上灭了王家满门呢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下去。爹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穆苍山回来了，咱们王家可是灭他儿孙满门，这次他回来寻仇，咱们王家必亡啊！有为父在，你慌什么？爹，这怎么能不慌呢？他可是穆苍山。穆苍山算什么？当年他巅峰时期，也不过天象境。你爹过天象境已经多年，最近几日有所感悟。我已经半步迈入地仙境，待我出关，定能突破地仙境界。爹，要是您能突破地仙境，那整个东周还不是您说了算？甚至国主都要对您毕恭毕敬啊！世人都说他穆苍山独占南域100年的气运，连老天都忌惮穆苍山的天赋。100年之内天才不出，这才过去了60年，我已经叩响了武道极致的大门。我和穆苍山之间，到底谁才是天才呀？当然是您了啊！老爷，陈家陈诚、陈树门外求见。哼，我们王家的人死在他陈家，他还敢派人过？把他们腿打断，然后再轰出去。不急，我听说陈琳回来了，想必是陈家的贤妻。他进来，探探虚实。是。晚辈见过王家主。王家主，起来吧。穆家后人的人头呢？王大圣，此事不怪我们，要怪只能怪那穆苍山。爹为了穆苍山，把我们兄弟2人给逐出家门了。兄弟2人气不过，特来投奔。当年我们4个人在穆苍山手下习武，就属他陈琳最为蠢笨。如今因为一个不相干的人与亲属骨肉断亲，简直是愚忠。王家主说的不错，我爹他就是愚忠守旧，否则我们陈家也不会是世家末流。若王家主不嫌弃，我2人愿投效王家，改姓为王。连自己家的姓氏都敢舍弃，你们2个真够不要脸。哎，是他陈琳放弃我们在先，区区一个姓氏，
不要就不要。我王家不收无用之人。既然你们是来投奔的，就让我看到你们的价值。王家主，我知道武苍山他现如今的实力如何。苍山到底什么实力？武苍山此番归来，竟重返少年模样，返老还童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，能有如此手段？哎呀，王大少，您多虑了。这世间呀，有一种秘法，能散尽全身内力，返老还童，重活一世。这种秘法虽然神奇，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损坏丹田，无法再练武啊。他穆苍山现在只是徒有其表，恐怕现如今他连一品的功力都不到。你二人可敢保证所说为真？绝对当真。如有半句假话，您拿我全家老小试问。苍山，原以为你死而复生、卷土重来有什么大本事，没想到只是为了苟且偷生罢了。文泽，日寿宴之上，穆苍山只要敢来无回。是。哎，好，来，晚上，您吃。多谢师长，客气。少爷，这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穆苍山到现在还没有来，我想他是根本不敢来了。毕竟就是个空壳子，也就在咱们那个愚笨愚忠的老爹面前呀，还能作威作福，耀武扬威。真敢来王家闹事儿，那不找死吗？二叔、三叔，你们简直太过分了！不仅不尊重穆老祖，还辱骂爷爷。哎，别叫得这么轻！王家主现在已经给我们赐姓，我们已经是王家的人了。你们居然连姓都改了，简直不知羞耻！羞耻？你们为了穆苍山连亲人都不要，你们才是羞耻！背信弃义，忘恩负义。待会儿穆老祖来了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大侄女儿，我是该说你天真呢，还是该说你傻？到现在你还看不出来吗？穆苍山不过是利用陈琳的愚忠，才在陈家作威作福。你以为穆苍山有天大的本领，敢来王家主的寿宴上闹事儿？摘叶飞花，点水成冰，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穆老祖的恐怖实力。哈哈哈！既然你笃定穆苍山的实力强大，那我问你，寿宴这就开始了，穆苍山他人呢？穆家穆苍山到。穆苍山，什么意思？良辰吉日，给你送终。穆苍山是那个全镇南域100年的穆家老祖。穆家老祖不是死了吗？难道他会死而复生？死而复生，返老还童？穆老祖的实力已经如此恐怖了吗？诸位，大家不必怕他。他虽然是穆家老祖穆苍山无疑，可是他动用了秘法，散尽了全身的武功，才返老还童，重活一世。可是这个秘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重活一世无法练功。所以站在你们面前的穆苍山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，没有半分的功力。穆苍山，就你也想杀了王大少？穆苍山，也就是我那个蠢爹他捧你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老祖？二位，我看他是认真的，这不还扬言要给我送终的吗？我看他是想给自己送终才对吧？
你们笑呗，莫老祖已经动怒了，待会儿有你们好看的。大侄女儿，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他穆苍山是不是徒有其名。少爷，愿代为出手，杀了穆苍山，断穆家的根。好，给你个立功的机会。谢谢。想不到大名鼎鼎的穆苍山竟然死到我手中。恭喜王大少，今日之后再无穆家。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动手杀了他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个东西，要是我动弹不得了，他是怎么回事？啊？你不是说他没有半点功力就是个空壳子吗？没错呀，他就是散尽功力，他才能返老还童的呀。照理说，他就应该是一具朽木行尸才对呀。那他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没有半点功力就可以用威压震死万步金刚吗？我知道了，少爷，莫苍山虽然散尽了功力，但他毕竟曾经是威震一个时代的霸主，就算是功力没了，但威压还在呀。不过少爷，你放心，像刚才这样的手段，他不能多用，否则身体吃不消。依我看，刚才就是他最后的手段，为的就是虚张声势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你去杀了他。我境界低微，怎能抢您的功劳呢？你看，我要是杀了穆苍山，消息在整个南域传开了，那岂不是让我占尽风头？您是王家的大少爷，将来要继承王家的。要是您杀了穆苍山，那少爷的威名就会响彻整个南域呀！说的有道理。穆苍山，你不是要杀了我？我给你这个机会，这是我的刀，让你3招。王少，您还真是玩心大。明明随便动动手指就能碾死这个穆苍山，非要狠狠羞辱一番再杀。姐姐，一会儿咱们看准时机，一旦形势不对，咱们就出手救下穆老祖。思涵放心吧，莫老祖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忙。姐姐你糊涂啊！爷爷让咱们跟过来，就是为了帮助穆老祖，不让穆老祖受伤的。思涵，爷爷叫我们过来呢，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向穆老祖学习的。哎呀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不救我救。区区，找死！温泽可是金刚境巅峰，竟然被穆老祖一个字就震死了。我都跟你说了，穆老祖的实力远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少爷，王家大少死了，只要王福林动怒，无人活不了。穆苍山，是王文泽激怒王家，整个南域都将迎来血雨腥风，这后果你担得起吗？明明是你们背信弃义，助纣为虐，现在怎么反倒说是穆老祖的问题了？你懂什么？不道天下实力为尊，王福林的实力有多恐怖，你们见过吗？苍山到死也不过就是个天下境，王福林已经半只脚踏入旗帜，一入地仙境，也是脱凡入圣。你觉得凡人能与天斗吗？我只知道，人生在世需要感恩。如果不是穆老祖，我们就没有今天。哪怕王福林真的进入地仙境，我也永远站在穆老祖这一边。不畏强权，心怀正义，
陈家有你，可再望60年。树头是死，是早死完死罢了。苍山，动手吧！还没到你死的时候，滚回去告诉王府里，王家720个，死！穆苍山，你不杀我，你会后悔的。穆老祖，你怎么能放他离开呢？这不是放虎归山吗？哪有虎啊？在穆老祖面前，不都是虫吗？王福林在我穆家尸山血海上作威作福整整40年，放心，不会让他死得太。这南域的天阴的也太久了，破晓放晴之前，总得有风吹上一吹。走吧，回去等风吹。走吧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消停会儿，晃得我头晕。爹，您2个孙女去赴鸿门宴了，您倒是一点都不着急。尊上在呢，有什么可急的？哎，尊上在场，叶寒和思涵想死都死不了。哼，倒是你女儿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爸，我夸你呢啊。我看你是家主当的太久了，你分不清大小王了吧你？哎呀，爸，你也别怪我，我这也是关心则乱。行了，没工夫搭理你，我还有正事要说呢。啊，现在还有什么事儿比一涵他们重要啊？我在想啊，要不要把一涵许配给尊上？什么？爸，那一涵才刚20出头，那穆老祖他都是上个世纪的人了，你让一涵嫁给个糟老头子，太年轻了。听我说完啊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一涵对尊上有点意思呀？你还别说，好像是有点。尊上归来，这穆家得延续，可是木南的身体条件他不允许，而尊上不同啊，他返老还童，正值青壮，加上一涵心生倾慕，这何尝不是一段良缘呢？啊！爷说的对，我年老体衰，难当此大任。我们穆祖母绝不能是轻佻随意之人。一涵他沉稳，顾全大局，武功天赋异禀，容貌俏丽。最主要的是，他知根知底，值得信任。如此说来，一涵他的确是我们最合适的人选了。要是一涵能嫁给尊上，那可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呐！届时我陈家想不成为天下第一世家都难呐！哎呀，爹，那就算我同意，那一涵也同意，可最终那还得看穆老祖的态度。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以尊上的性子，不同意也得同意。啊，你不会是想……南，你的意思呢？这样做，尊上也可能会怪罪下来。但是，为了延续穆家的香火，我同意。你们刚才在搞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呀，一涵、思涵，你们回来了，你们没有受伤吧？爹，有老祖在，我们怎么可能会受伤呢？就是，你们都没看到，穆老祖只用了1个字就震死了王文泽，简直太厉害了。思涵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老祖实力非凡，这下你相信了吧？一涵，跟爹过来，爹有话跟你说。
爹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神秘，还得关上门说啊？叶寒，你老实告诉爹，你是不是喜欢穆老祖？爹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，人家怎么可能会看得上我？哎呀，这和爷爷说的是一样。爷爷是要把你许配给穆老祖。什么？可是我和老祖的实力相差悬殊，这能行吗？就你爷爷，只要他想，他就一定能行。哎，叶寒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真的喜欢穆老祖吗？哎呀，造孽呀！爹，这能管用吗？还是有点不放心。这个叫迷魂散，无色无味，一剂下去甚火上亢，就算是尊上也压不住。哎，那等穆老祖醒了之后，那不还得挨个问我们的罪？你知道个屁！我这是为了咱陈家长远考虑，为了一寒考虑。你想啊，等到生米做成了熟饭，到时候一寒也不用受苦了，咱们陈家也能继续传承下去了。哎，再说了，咱不是还拉着木南进来了，有他穆家的后人参与，尊上还能重罚呀？哎呀，尊上回来了。眼下大仇未报，你们为何摆起了庆功宴？啊，尊上，这不是首战告捷，鼓舞士气吗？鼓舞士气。来，我给您满上。尊上王者归来，旗开得胜，托尔陈林，敬尊上一杯。来，尊上，我再给您满上。爷爷不醉不归。都60年了，你还是老德行。尊上，到了，今天晚上您好好休息啊。成了，如此一来，我们穆家便有后了。嘘。迷魂散，我倒要看看我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。老祖，我陈林，爹，你不是说这迷魂散老祖也顶不住？这明显是动怒了呀！哎呀，别废话了，快进去吧。尊上，叶寒怎么在你房里啊？哎呦，尊上，我这也是为了你们穆家延续香火，我一片好心啊。好心？你还真是我的好徒儿，让自己的孙女爬上自己师傅的床。我只是想当你师傅，而你却想当我爷爷。还笑？让你笑！
跪在那儿，跪到死为止。使者饶命啊！这事儿木南也参与了，你不能光怪我一个人啊！楠楠，这事你也掺了一脚。爷爷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呀。我年老体衰，不能传宗接代，这延续穆家香火的事，只有让您老受累了。荒唐！你们两个，还有你，都给我跪在这儿，好好反思。老祖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十分荒唐！都怪你，事儿没办成，还得跪在这受罚。哎呀，我倒觉得，这事儿有门儿。教主在闭关，你不能进去。事关重大，耽误了你担待不起，让开，让开！站住！你不能硬闯。教主，属下看护不周，让他闯进来。废物，有你何用？打断我闭关，最好真的有要紧的事情。家主，文泽少爷，他死了。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今日寿宴，穆苍山带着一口大钟前来索命，仅用一个字，就震死了文泽少爷。什么？文泽无儿，你怎么先离我而去？尸首何在？我带回来了，我这就命人抬上来。不要！突破在即，道心不可破，否则前功尽弃，能让文泽白死。苍山，你杀我儿，我要血债血偿。我地仙之际，是命丧黄泉之时，就把你抽筋扒骨，挫骨扬灰。家主，穆苍山还让我给您说句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您当年杀了穆家72口，如今还要杀王家720口。好，有你个穆苍山，还以为这天下是60年前的天下吗？按我令去，武魂殿精锐尽出，铲平陈家所有武馆，我要把所有协助穆苍山的世家全部灭亡。武魂殿，家主，武魂殿可是隶属于国主的组织，只有各地的城主才能调动。难道您……我们王家几十年也不是白混的。哼，城主也得跪在我面前，尊称一声老爷。没想到家主您竟有如此能量，这下武魂殿出手，哪怕是穆苍山，他也拦不住啊！穆苍山，哼，在我突破地仙之前，要让你亲眼看到你身边所有的亲人一个接着一个的死掉。陈树，你这个叛徒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收你们的。少废话，动手！陈树，为何能调动武魂殿的人？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哪那么多废物？你这么做，老祖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他呀，等王府里老爷子出了关，就轮到他去死了。
尊上，我们都已经道过歉了，您这生气还得到什么时候？怎么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哎，不是，我哪敢啊！但是您一直这么沉着脸，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从小你就荒唐，老了更是为老不尊。我跟你孙女差了多少倍啊？你是怎么想的？莫老祖，这事儿啊，他也不能全怪我爹，我也有责任。身为家主，办事犹犹豫豫，没有半分家主的样子，你还不如你爹呢。爷爷，你闭嘴！我还说陈家的后人是一群蠢货，没想到我自己的后人也没聪明到哪去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们怎么了？都垂头丧气的，是不是又惹老祖不高兴了？有什么事赶快说，别扯那没用的。我们陈家落单在外的族人正在被针对杀害，截至目前已经有7人惨遭毒手了。什么？这是什么人？敢对我陈家下杀手？喂，家主，武魂殿倾巢而出，我陈家在外的所有武馆都被铲除了，陈家要完了！什么？爹，你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激动？武魂殿倾巢而出，我陈家在外所有武馆全部被除，这是奔着要灭我陈家而来。武魂殿，他不是隶属于国主的吗？我们陈家有什么地方得罪国主了吗？这你们都没看出来吗？这都是王福林那老小子干的。他儿子死在了寿宴上，他对付不了尊上，就拿我们陈家下手。他这是要灭我陈家呀！可是武魂殿历来只有各城城主才有资格调用，王福林又不是城主，他凭什么有武魂殿？王家势力庞大，盘根错节，再加上王福林天象境的实力，就算是城主现在见了他，那也得卑躬屈膝。这京海城明面上是城主在主事，可其实这王福林才是京海城的土皇帝。这武魂殿恐怕早就成了王家的私兵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这武魂殿一出手，无人能敌啊！怕什么？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。实在不行，还有尊上。武魂殿实力强大，身份特殊，且不说我陈家以目前的实力能不能拼得过，胆敢忤逆武魂殿执法，就能够冠以叛国的罪名。到时候，京海城的别的世家都会借着除贼的名义来分上一杯羹。就算莫老祖实力再强大，他也不可能和国主对着干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除非我们能够得到龙灵卫的庇护。爹，龙灵卫又是什么东西啊？龙灵卫是国主的私兵，锦衣夜行，监察天下。就算是武魂殿，也得听龙灵卫的调遣。可是龙灵卫一向只听国主的命令，找龙灵卫跟找国主没什么区别。看来是天要亡我陈家呀！不就是龙灵卫吗？思涵，过来，带着这个手帕去见龙灵卫主帅，他自然会帮你。一块手帕就想求得龙灵卫主帅的帮忙？莫老祖，这怎么？你不信我？不是不信，可是莫老祖，你在江湖上敢称第二，那就没人敢称第一。可是这龙灵卫他不在江湖啊，您的赫赫威名在他们那儿。你要是拿个玉佩、令牌什么的还说得过去，可是手帕，这龙灵卫都是大老爷们操汉子的，谁会用手帕呀？谁能想到，大名鼎鼎的龙灵卫主帅，竟然是个娘们儿！不管，还别说，这小娘们儿有几分姿色啊！苏清城，你想要活命，那就陪我们兄弟两个闯一闯。伺候好了，可以饶你一命。你做梦！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你要不同意也没有关系，
宰了你，我们还可以趁热。是你？别说话了，我替你疗伤。你不是拒绝我的追求了吗？那你来救我干嘛？你也是个练武奇才，死了可惜。好了，等等，救命之恩不能不报。这个手帕你拿着，以后遇见困难，随时来龙陵卫，我一定支援你。我木苍山会需要支援吗？喂，这是现如今唯一能保全陈家的办法了，信不信随你。我信，无论老祖说什么，我都相信。姐，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。穆老祖的销声匿迹60年了，跟他同时代的人早就死光了。就算老祖说的都是真的，那龙陵卫的主帅是不是还在世都不一定呢。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爹，我想亲自去求龙陵卫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不行，一个武魂殿都已经跟我们焦头烂额了，若是再得罪了龙陵卫，陈家必亡。我相信尊上。叶安，你马上出发，星夜兼程，务必请到龙陵卫。是。那我也去，姐，等等我。希望穆老祖说的是真的。姐，前面就是龙陵卫校场了，我们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姐，你不能因为他是穆老祖就对他无脑相信啊！穆老祖武道境界再高，可是龙陵卫可是国主之属，监察天下，享先斩后奏的权利。说穆老祖真能跟龙陵卫主帅搭上关系吗？思涵，你不知道穆老祖的强大，他的实力远超你的想象。别说是龙陵卫了，我现在甚至觉得国主也和穆老祖认识。完了，我姐是真被穆老祖迷上了呀！这什么人？今日龙陵卫演习，不对外开放，赶紧离开！我们是京海陈家的，前来求见龙陵卫主帅，还请您通报一声。就你们这些草民武夫，也敢扬言见主帅？主帅是你们配见的吗？住口！我平日里就是这么教你们对待百姓的。苏提督，他们什么人？回禀提督，他们是京海陈家人，要求见主帅。今日老帅莅临，主帅作陪，不便见客，请回吧。哎，苏提督请留步，还请您看看这个。我就说不管用吧。这手帕从哪来的？这个手帕是穆家老祖穆苍山给我们的，他说有这个手帕就一定能见到主帅。好啊，拿这块手帕就来我龙陵卫校场求见主帅，你们是想嘲讽我们龙陵卫不是爷们儿是吗？不，我草民哪敢有这个意思？只是您仔细看看，这可是穆家老祖穆苍山给我们的手帕。编瞎话也不知道动动脑子，这穆苍山都死了60多年了，你说这手帕是他给的？怎么，他还能死而复生不成？对，他确实是死而复生了，而且还返老还童了，现在就住在我们陈家。死而复生，返老还童，你怎么不说他穆苍山突破地仙境界，脱凡入圣，化飞升了？你们这些说辞连骗子都不入流！来人，我们给我抓起来！京海陈家挑衅龙陵卫，罪不容诛！这下真被穆老祖害惨了。苏提督，你仔细看看，也许是您权限不够，不知情。请您通报一下主帅，他一定是知道的。死到临头还在做梦，
说我权限不高。好啊，那我就当着你的面撕了这手帕，断了你的念想。不行，苏提督，这小玩意儿还挺难撕啊！剪刀拿来。住手！住手！苏明玉，你是想造反吗？主帅，属下正在处理一起诈骗事件，还请恕罪。住口！连老帅的姓我都认不出来，有眼无珠的东西！老帅的姓我，带来这手帕的人呢？赶快带我前去拜见！拜见！您贵为龙陵卫主帅，除了国主，还有谁能让您去拜见？蠢货！拥有这块手帕的人，连国主都要礼敬3分，你竟敢对他不敬！连国主都要礼敬3分。两位小姐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你们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！不敬尊上，难逃一死。自裁谢罪，至少这样还能保住你的家人。两位，我是龙陵卫现任主帅苏木，请问这块手帕你们是从何得来？是穆家老祖给我的。武魂殿倾巢出动，我陈家不敌，老祖说只要带着这个手帕前来，陈家就能得救。果然是穆老祖。没错，见手帕如见穆老祖，龙陵卫可派兵驰援。请问你们想从龙陵卫调多少兵？能调多少啊？有这块手帕在，龙陵卫静听调遣。你看，我就说穆老祖不会骗我吧？大帅，这手帕真有这么高权限，竟能调动整个龙陵卫？这块手帕的权限比你想的还要大。太好了，这下陈家有救了。奶奶，你心心念念的穆老祖出关了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老是这个样子？遇到点事儿就来回走，走得我头都大了。爹呀，你不清楚啊，这武魂殿动作迅速，整个京海市，我们陈家的武馆商铺已经整整缩减了70%啊！这才短短的3天时间，按照这个速度下去，最多再有1天，武魂殿就能打到咱们陈家老宅来。着什么急呀？尊上不都已经给过办法了吗？咱们等着易寒他们回来就行了。爹，哎呀，爷爷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见到苏提督了吗？见是见到了，但是那个苏提督把我们赶出来了。什么？我就知道，一块普普通通的手帕，怎么可能会请得动龙陵卫嘛？这下咱们陈家孤立无援，等死吧！思涵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拿爹去开心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在骗我！爹，爷爷，龙陵卫的主帅苏木苏大帅，他见到手帕以后，就郑重其事地向我们保证，全体龙陵卫都会前来助阵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！武魂殿隶属龙陵卫，这下咱们陈家有救了！而且那个看不起我们的苏提督，因为捡翻了穆老祖的手帕，还自裁谢罪了呢。没想到穆老祖的威名，连龙陵卫都能镇得住啊！这下你们明白我为什么对尊上那么忠心了吗？不好了，陈叔带着武魂殿打进来了！什么？什么人？
不是我那狱中老爹吗？没想到吧，被你赶出家门的人又回来了。好你个逆子，竟然带人来抄自己的家了！别瞎叫啊！王家主给我赐了姓，我现在叫王树，是尊贵的王家人，我跟你们陈家可没什么关系。供你吃喝，教你武功，居然认贼作父！今天我要清理门户！爷爷，爹，你没事吧？竟然是这玄境巅峰！你是什么人？哟，忘了跟陈老前辈介绍，这位啊，是武魂殿京海分部的长老李长生。难道你就是一时平山贼，一人灭山匪的血手人屠李长生？没想到吧？时隔多年，江湖上竟然还流传着我的名号。李长老，这是我陈家的家事，你没资格插手。陈家主，你没听他说吗？他现在是王家人，而且今日我是来灭你陈家满门的。今日我是来灭你陈家满门的。叶寒，不是说龙灵卫会来帮助我们吗？他们人呢？龙灵卫帮你们？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龙灵卫归国主直属，全天下只有国主可以调。你金海陈家一个小小的武道之家，竟敢妄言龙灵卫会帮你？这句话如果落入龙灵卫苏大帅的耳朵里，根本用不着我们动手，照样灭你们陈家。不可能！我亲自带着穆家老祖的信物去找的龙灵卫，这绝不可能作假。穆苍山，他不过就是在江湖上有点地位而已，你还真以为这龙灵卫也会卖他面子啊？我劝你们一个一个的乖乖引颈受戮，别给李长老找麻烦。少跟他废话，动手灭他满门！我看谁敢动陈家！李长生，既见本帅，为何不跪？武魂殿京海分店李长生叩见大帅。李长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私自带兵灭人家族！大帅明鉴，穆苍山在王家寿宴上残害王家少爷王文泽，陈家私藏重犯，卑职也是奉命行事。一派！武魂殿出兵，需奏国主令，得批准后下发地方分部实行，其中流程短则1星期，长则半个月。王文泽被杀不过4日，你得谁的令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是王家王福林公报私仇，尔等识国路，却当王家私兵，罪该万死。今日我便替国主斩了你！苏木，既然真相都被你知道了，老夫装大家同聊一场，放过，别把我惹急了，你也讨不到好。少废话，看招！崽子，去死吧！什么人？穆家老祖穆苍山，劝你莫要参与此事，我走。
长老，到你了。穆老祖，我知道错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这武魂殿的事都不关我的事儿啊！我也是被逼无奈的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，没道理再给你一次。爹，儿不行，儿知道错了。看在父子一场的份上，你帮我跟穆老祖求求情。你们是师徒，只要您开口，穆老祖一定会放过我的。谁叫爹呢？你不姓王叫王树吗？我陈林没有叫王树的儿子。爹，事到如今，只有您能救我了。二哥已经死了，我要是再没了，全家就只剩大哥一个了。子孙不孝，多有何用？孝子贤孙，一个足矣。还望尊上为陈家除害。把他给我抬出去！晚辈苏木拜见穆老祖。像，真像。穆老祖说像是，他说的是你长得像我。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一点都没变？小辈之间的争斗，你怎么还亲自来？苍山，我当年没有嫁给你，如今我让孙女嫁给你，我不同意。你是？我是陈家长女陈意涵。我孙女与穆苍山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你为何不同意？我就是不同意。你是喜欢穆老祖吧？无妨，我可以和你共侍穆老祖。135是你，246是我。周日我们一起服侍穆老祖。我说你们一个个怎么回事？怎么都想给我介绍姻缘？还有你，我拿你当前女友，你竟然想做我奶奶！我不管，当初你拒绝了我，如今就得答应我孙女。是啊，那你要是收了苏木，也必须收下我孙女一涵。那你要嫌不够的话，思涵，我把思涵也嫁给你。什么？要我也嫁给老祖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愿意。荒唐，真是荒唐！我不与你们纠缠。这是劫雷，有人要突破地仙。那是王家的方向，难道王府林要突破了？一气封山断水，这就是陆地神仙境。武苍山，你的死期到了！劫云消散，他突破成功了。一入地仙，脱凡入圣，悟到的最高境界，也只不过是凡人。这回，尊上也不是王府林的对手。老祖不见了！哎呀，该不会穆老祖去王家复仇了吧？王府林突破地邪太突然了，完全打乱了尊上的计划。你的猜测可能是真的。那我们快点去帮他呀！咱们去了又能有什么用？王府林已经是地仙境了，尊上也只是天象境，尊上也打不过他。那也要去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去帮助穆老祖。你们还是先想想自己的小命吧。武苍山在哪儿？
什么人竟敢擅闯王家？跟你说完你耳聋了是吧？我的胳膊！好大的狗胆，敢来我王家闹事！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弄死，不然别人还以为我们王家好欺负呢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！队长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完全动不了。王福林呢？让他滚出来见我！哼，你也配见我们家主？不说也不服，王家人一个都活不了。武苍山在哪儿？血债血偿，他得给我儿偿命！我呸！王福林，你们王家欺师灭祖，罔顾师恩，你们是罪有应得。小小年纪，牙尖嘴利，我不喜欢。开罚！跪下！说，武苍山是废物！我呸！你才是废物！说，苍山是废物！苍山是大英雄，你才是废物！一涵，姐，一涵，一涵，一涵，我傅林，你杀我女儿，我跟你拼了！慢着，你爹还没死，要拼命，轮不到你。当年一起学武的时候，就说你最愚笨。呀，我一学就会，你却要练上几十遍都不会。武苍山，因为这可没少打骂你，你怎么对他如此的忠诚，甚至搭上自己的家族都无所不至。以为是周身为父，你这不知好歹的白眼狼！我确实不懂，但是我没有必要懂。现在我可是天下第一！爹，你没事吧？王福林，你杀我姐姐，又杀我爷爷，我死也不会放过你的！猛虎也会怕野兔的威胁？放心吧，他们只是晕了过去，我要把他的命留到木苍山来。我要当着木苍山的面，把他在乎的人一个一个全杀。我要让他懊恼，我要让他痛不欲生，直接杀了他还要痛快。做梦！哼！看招！孙女，孙女，孙女，孙女！龙兵卫的新老主帅。就这么一点本事，哼，还有功夫管别人？木苍山，你在哪儿？哼，真是高处不胜寒呐！原来当年木苍山就是这种感觉。你永远也不配和穆老祖相提并论。不愧是陈灵的血脉，
都是一脉相承的蠢笨和忠于。我已经等腻了，先拿你开刀！逆徒！木苍山，你终于肯露面了，怎么样？我现在已步入地仙境，一入地仙，脱凡入圣。现在我才是天下第一，比你强。久别重逢，随时给你备了大，打开看看。玄虚，现在我就用这口红钟震死你！儿子的长命锁，我女儿的红肚兜，我老婆的衬衫。这些年来，你王家发展的确如日中天，720口，只差你一个。苍山，我要杀了你！你也断魂，你也是地仙。不，我以和身武道，我便是武道本身。你们这是何意啊？尊上，古人讲三推四就，都推了3回了，这回就从了吧。没错，今天你要不从，就别想出这个门。老祖啊，这穆家需要开枝散叶，这延续香火的事啊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，只能交给您了。谁说你无能为力了？这是60年前想求入我穆家的婚书，喏。这是上京司马家，人家怎么能看上我呢？没事，这是当年想与我穆家喜结连理的婚书，其婚约能排到100年后。我想，总有一款是。啊！